Hello，大家好，我係 Louis，歡迎大家嚟到不曾遠去的硝煙嘅頻道啦。咁今次我哋就會講一個好震撼性嘅消息啦，嗰個就係 F-16嘅第一次搜殺啦。咁喺戰爭進入嘅第3個年頭裏邊啦，咁今日有一個好振奮人心嘅消息啦，嗰個就係烏克蘭嘅 F-16戰鬥機成功擊殺咗俄軍最先進嘅蘇35戰鬥機啦。咁呢一個嘅消息其實係透過烏克蘭嘅一個 visualize 嘅影像可以去確認啦。咁坦白講，蘇35大家都知啦，就係俄羅斯最先進嘅所謂第4代半嘅戰鬥機啦。咁呢一部戰鬥機俾烏克蘭援助 F-36擊落咧，其實可以講係一個大家都期待好耐嘅消息。咁呢一次嘅戰報咧就係發生喺成個俄羅斯庫爾斯克州嘅方向嗰邊啦。咁就係一個俄羅斯同烏克蘭嘅邊境嘅，即係大概烏克蘭嘅東北邊啦。咁今次其實呢一個嘅擊落咧，可以講係一個好唔尋常嘅一個訊息嚟嘅，因為喺過去3年嘅一個衝突裏邊咧，其實俄羅斯空天軍嘅戰鬥機，特別係嗰啲執行對地任務啊，或者係制空巡邏嘅高價值嘅蘇35咧，其實都已經學識咗去保持謹慎嘅。佢哋通常咧都會喺距離前線30到40公里或者更加遠之後嘅安全空域去活動啦，咁就避免好似戰爭初期咁樣俾大量嘅烏克蘭嘅 Manpad 即係呢個單兵嘅防空導彈打落嚟啦，又或者係烏克蘭嘅愛國者打落嚟啦。咁我哋都唔係好清楚點解呢一次蘇35會係深入險境咁樣去攻擊啦，又或者可能係俄軍去追逐戰果嚟話想要打落F-16嘅時候，表現咗一個好致命嘅誤判啦，低估咗烏克蘭嘅 F-16嘅能力啦。坦白講，即係如果我哋睇翻之前例如話 RUSI 出版嘅一啲刊物，其實佢都有講嘅，就係即係佢哋即係對於西方嘅一個軍事評論嘅或者分析家嚟講咧，佢哋都好少認為烏克蘭係真係有能力可以將俄羅斯最先進嘅蘇35打落嚟嘅。佢哋通常都會覺得就係烏克蘭能夠係避免到損失已經好巴閉嘅啦。咁但係今次係即係你可以講係成個戰爭裏邊一個好大嘅一個反轉啦。咁我哋如果要去即係去估量就係成個戰爭對戰局有咩影響咧？好可能就係呢一次其實唔係話一個淨係單兵或者單機嗰個作戰，而係一個成個體系性嘅勝利嘅。即係咧，通常去理解空戰嘅時候咧，我哋都好簡單咁單純覺得就係兩種戰鬥機咁直接對抗咯。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直接睇嗰個能力嘅話，其實好明顯 F-16係落後蘇35嘅，因為一個4.5代嘅戰鬥機同一個第4代嘅戰鬥機，尤其是即係講緊 F-16，講緊係真係80年代去製作去生產烏克蘭嘅 F-16係講緊甚至係嗰種舊機型咧，80、90年代荷蘭去整嘅，然後延壽咗嘅版本應該 Block 15啦，冇記錯嘅話，咁其實佢哋要打落俄軍最先進嘅戰鬥機好困難啊。咁好有可能咧，其實就係今次 F-16係用咗成套西方體系嚟去打落呢一次嘅蘇35啦，好可能係用咗美軍嘅或者北約嘅一個空中預警機啦，咁然後再配合埋 AIM-120我哋熟開嘅美國最出名嘅呢隻中程導彈啦，咁然後將成個俄羅斯嘅戰鬥機打落嚟嘅。咁喺即係成個西方嘅 C4ISR 嘅網絡支持底下，咁烏軍去用一個超視距嘅精準伏擊，其實都好有可能係做到咁樣嘅一個嘅能力嘅。咁即係如果我哋睇翻之前印巴嘅空戰，其實都有啲類似嘅情況啦。譬如講就係即係巴基斯坦嗰邊就係聲稱用咗 Patriot-15中國製嘅導彈遠程咁攻擊打落咗陣風戰鬥機啦。咁呢啲都係啲以小博大嘅一個效應啦。咁我好想講就係今次嘅一個擊落，咁即係大家都會問即係即係尤其是嗰啲俄羅斯 friend 咁最中意講㗎啦，就係咩？咁呢次又打到去莫斯科啦咩？對成個戰爭有咩影響？我諗最大嘅影響咧就係即係今次嘅一個擊落，加埋之前圖95嘅一個擊落咧，你可以話圖95嘅巨大損失咧，你可以話係對即係成個俄軍嚟講，可以產生好巨大嘅心理作用同埋戰術漣漪嘅。因為首先就係佢宣告咗俄羅斯空天軍喺成個烏克蘭邊境上空相對安全嘅一個時代已經結束啦。
所有任何想要靠近邊境為前線俄羅斯部隊提供滑翔炸彈攻擊俄軍嘅戰術飛機咧，佢哋都重新去諗就係、有冇可能會碰見到 F-16會俾人打落嚟啦。之前其實都已經有報告係例如話 F-16係打落過蘇34或者其他嘅俄軍嘅戰鬥機，但係今次連蘇35即係講緊一個空中抗干擾能力都咁強有咁強空戰能力嘅戰鬥機都被打落嚟咧，好可能係可以逼到俄軍嘅指揮官要重新去諗就係我每一次去做空中行動嘅時候，都一定要諗嗰個成本效益。好可能咧可以將成個 CAP 嘅戰鬥長螺線係往後切啦，令到佢哋逼到係更加後線咁先至能夠提供支援。咁你可以講咧就係話，即係近年俄羅斯其實都有推進嘅對烏克蘭邊境或者成個地區。咁但係佢哋其中一個改變嘅一個源頭係因為俄羅斯不停咁用重型嘅滑翔炸彈 FAB 系列，即係佢哋將舊式嗰隻重磅嘅嗰隻航空炸彈啦，裝咗個Guardians 之後，即係裝咗個 GPS 嘅一個導航之後，令到成個俄軍係多咗好多火力支援，因為嗰啲係講緊例如 FAB 1000或者3000系列1000磅或者3000磅嘅重磅炸彈啦，咁即係對烏克蘭嚟講都好大嘅一個危險啊！但係今次咧，你可以話就係對俄軍係調翻轉嚟構成一個好巨大嘅心理壓力啦。咁佢隨時都會，即係你諗下就係你係一個俄軍嘅飛官，喂。F-16嘅存在就好似一個狙擊手咁樣，度度都係喎。你每一刻都要繃緊呢個神經。咁當然啦，喺官方去釋出更加詳細嘅一個證據之前，我哋都需要去對呢啲所有非官方嘅一啲信息去保持謹慎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呢個都其實係標註住一個轉捩點啊，就係 F-16咧好可能已經係一個即係喺成個西方世界裏邊為烏克蘭錘煉咗咁耐嘅利劍，咁烏克蘭終於成功經過咗漫長嘅訓練同整合之後，能夠係使用到西方製嘅戰鬥機啦。我想講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即係轉換戰鬥機為轉換體係好困難嘅事啦。例如話伊拉克咁樣，伊拉克喺兩伊戰爭裏邊咧，佢哋即係由舊式嗰隻蘇聯製戰鬥機轉換成為法製嘅戰鬥機咧，前後都用咗即係用咗兩三年時間，所以即係今次你可以講就係烏克蘭其實都已經開始成功獲取緊多啲嘅一個制空權啦，咁同埋係令到佢哋前線嘅部隊少一啲嘅壓力啦，咁所以今次嘅一個事件，你可以講就係烏克蘭嘅空軍係開始由被動防禦變到係一個主動進攻。你諗下，即係成個俄軍佢嗰部蘇35係跌落咗喺佢哋境內庫爾斯克州，咁呢個可以講就係即係空戰理論成日都會講啦，就係要係邊一個能夠係將對方嘅攻勢壓止喺佢境內嘅時候，就能夠係取得優勢。咁今次當然係會令人好振奮啦。咁但係其實烏克蘭我哋睇翻都已經損失咗3部嘅 F-16。咁嚟緊落嚟，烏克蘭點樣可以係喺其他西方國家提供更多 F-16之後，可以繼續進一步咁掌握成個空中嘅情況咧，或者成個制空權咧？咁我哋呢啲所有嘅嘢都有待去研究同去觀察啦。咁我哋之後都會有更加多相關系列咁推出啦，希望大家都會去 follow 我哋嘅Facebook page，咁然後去睇更多嘅資訊啦。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咁我係 Louis，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咁咧到最後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我哋頻道啦。咁就如果係行有餘力有資金嘅朋友，都希望你哋可以 PayPal 或者係 PayMe 咁樣去過數去支持我哋啦。咁少少嘅心意無妨嘅。咁未必有咁多財力嘅都可以去訂閱我哋或者分享俾其他群組位朋友啦。咁然後到最後咧，我哋都要去感謝所有一直以嚟課金支持我哋嘅朋友仔啦。咁你哋嘅支持係我哋創作嘅動力啦。咁我哋希望亦都有多啲原創嘅內容可以回饋到俾所有粉絲。多謝晒你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